1209㗎。咁啊，華潤萬象生活咧最主要喺內地咧從事一啲咧就住宅服務嘅管理業務啦，同埋一啲咧商業營運同埋咧商業物業管理嘅服務為主嘅。咁啊，睇翻個營業額，按照翻個業務分類方面咧，咁就華潤萬象生活咧最主要咧60%嘅業務暫時嚟講咧就係一個住宅物業管理服務為主嘅。咁大約40%嘅業務咧就係呢個商業嘅營運啦，同埋物業嘅管理業務為主。咁睇翻過去嗰1年咧，就舊年嘅業務嘅表現啦，咁啊華潤萬象生活咧就個收入咧全年嚟講咧就係88.7億左右嘅人民幣啦。咁按年方面咧增長到大約30.9%嘅。咁另外喺嗰個住宅物業管理嘅業務方面咧，咁啊大約佔比呢一度咧就53.1億，咁按年咧有個增長嘅，增長方面咧就36.7%。咁喺商業嘅營運同埋商業物業管理方面咧，大約佔嘅業務咧就35.6億左右嘅人民幣啦。按年方面咧增長大約23.2%嘅。咁啊舊年全年啊個毛利方面咧就大約27.6億左右啦，按年增長到咧超過50%嘅。咁而毛利率同步亦都係有個上升嘅情況啦。咁由咧就2020年嘅大約27%咧上升去到咧2021年嘅31.1%嘅。咁啊現金流方面咧由2019年大約咧就嗰個現金係6億左右嘅人民幣啦，上升去到咧2020年嘅103億左右人民幣啦，同埋咧就去到2021年咧更加增長去到咧就137億左右嘅人民幣㗎。咁啊華潤萬象生活最近期咧其實就收購緊呢一間叫中南服務嘅公司啦，都係同步一啲物管公司嚟嘅。咁啊宣布個交易作價咧大約係24.8億啦。咁而呢個現金流強勁有助於佢進行一啲咧同業嘅收購合併嘅。華潤萬象生活咧咁就屬於一啲商業物管嘅方向嘅央企嘅龍頭嘅公司嚟嘅。咁母企咧就係呢個華潤置地1109啦。咁啊具備一個明顯嘅競爭優勢啦，同埋可持續發展嘅能力嘅。咁而公司咧喺新增第三方嘅商業項目嘅數量上面嘅上升咧，令到個商業項目嘅開發嘅前景嘅業務咧，亦都係收入咧明顯增加㗎。睇翻股價近期一個月咧，咁華潤萬象生活咧嘅股價走勢圖表咧，係介乎係大約35蚊去到42蚊之間嘅區間波動啦。咁啊，大家可以考慮咧，如果跌